对环保的角度来出发，从艺术玩具经过玩具医生同子宫的清洁修整过后，Q 的玩具有为新生命，继续使得皮行业的生意呢。同时，有太多的资源在个利用的目的，也是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一直推做的事情。全台湾现在已经有158间的玩具图书馆呢，伊能还推广到台北、缅甸、越南、柬埔寨一等国家。协会成员罗医生研究还打造一台上海车，做一帮忙的高的东西，我用4整日的时间来看到，到早演示以按上会停留1礼拜。无论是公园、社区，也算毛片，如是以顿脚的位所。一方面推广协会的理念，一方面也想为台湾各州位所，生意呢如有东西好搞，如谈得到生意呢嘅销售。对了，从善很多哈，你要是讲回收回来的玩具哈，你要回收回来的玩具啊，经过志工们的整理以后哈，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别，有啲有益智类、婴儿类、操作类，社会文化类最多。今年入回坊行業圖書館看到嘅都係各種各樣嘅藝器，原來呢係一間藝器圖書館，還係全國物流中心。玩具图书馆全街啦有158家，也很多嘅玩具图书馆哈，啲嘅志工唔拿，所以讲哈，各县市最好就在物流中心，玩具捐到物流中心，物流中心有大批嘅志工啊，整理包装好，然后分送到各个玩具馆里面。節目差個英國語，上係多嘅藝器也會讀住。当我们收到玩具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去测试它，测试这个玩具或许是好的还是坏的。那如果是好的话，我们就会把它加以整理，再把它修理好，然后再把它分类，然后再分送给其他的小朋友这样子。两位所啊哈，是按照玩具医生来整理的窗手，玩具医生啊在这个地方修理玩具，因为玩具有的东西只要一点点故障而已，稍微修理，很走这种啦。分手球嘅藝器分享很多快樂，也跟住公已經慢慢的走了10幾年。那你喜歡來這邊嗎？喜歡啊。為什麼？因為這邊的玩具有些是我沒玩過的，這裡有很多好玩的遊戲。像是什麼？你最喜歡？像是疊積木，還有扮家家酒之類的。他們就會放鬆心情啊，來這裡全部忘記了。可能剛才做錯事被老師處罰，可是一進這個門之後就全部都忘記了。玩具因此你搞，比較會搞。小朋友在玩的時候，你會看得到誰呢？挺專注，非常來專心去搞啊。這個東西呢，其實創意啊，就在這裡面。唔係常住啲教師操練就按到學習，教藝器也學嘅多東西，還能為成人呢電影地方都好些。他會幫忙整理我們這裡的玩具，還會做清潔。我們這些所有的玩具都是二手收回來的，然後它過程是怎麼樣，我們也會告訴小朋友，然後希望他們珍惜他們現在所有的玩具。武漢全年藝器嘅協會先生都支持，一起上圍去看到，唔過幾想係講長氣單單，行住咗食材係挺大上嘅，所以嘅鐵做啲冇強重嘅事情，除係帶領藝器去看到。有些玩具可能因為受限於年齡，所以比較不廣泛。那小朋友拿出來的話就比較不受歡迎。所以每一個點都會因地制宜。對，會因為它不同的需求，然後小朋友的狀況去調整玩具的內容。雙十六綜合本單出所長動態，講到藝器，講到綜合嘅成員呢，連見都冇是見過。老日時為重視專業來看到，讓藝器帶到佢許多嘅推翻工作素材，本家會嘅成員呢搞。
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点点的时间。我们是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，我们有一台环岛的小货卡，玩具小货卡正在进行一个环岛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我们到一个定点之后，就会把二手玩具回收回来的二手玩具摊开来让大家使用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跟社会大众所回收来的玩具。那这一些玩具呢，待会的小朋友都可以各自的在这边使用玩具哦。看到眼期，成日聽人自己講類，搞到不放大。那这个谁可以帮我绑？是这里上面这个，你试试看。那树就在外面喽。那你们要不要做一条路进来？好啊。路有积木，等下我们可以拿积木堆一个路进来。没关系哦。他走一走跌倒了。他跑去屋子里，好啊。他生意看到一玩具暗道，就当上你来看一下，又行去前，又闷又唔知，又冇好意思闷啊。然後就會去甲聽佢講，一回收嘅玩具啊，做得來一片，做得吃家，做得搞。猜外面有那個切菜板，有沒有切菜板？可以給他。切菜板對。刚刚我们家妹妹也在讲，妈妈，我们家那个没有玩了，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收啊？我说好。很多东西他们不玩了啊，之前也是人家给我们，我每次都这样收，洗一洗，还是继续可以玩。觉得社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呐，能够把这个资源回收来啊，让创造一些小朋友的天地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。然后又有这么多小朋友陪他一起玩，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少啊，能够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蛮感谢的。副會議同人企上報，除了會推廣協會理念，同時也係勞力士送本次家嘅30歲生日禮物。喺賣早餐冇，喺賣咖啡冇，喺要賣乜嘅食咧冇。係啊，就講我冇賣東西，啊唔過我要賣夢想。有生意嘅地方就應該有玩具，所以有需要嘅地方我就會去。高一做的係當住面嘅事情，勞力士協會雖然佢做的都老是介成嘅做派，基礎為很難做價錢，很難大張眼佢讀入股，讀入通線車嘅成主機，做派先做嘅工廠老夫子，再令故意差嘅眼佢，叫佢繼續分享快樂，分享愛。